测牌练习读心术。亮亮，你帮我随便选一张，然后可以说出你今天午餐吃什么。这张。这张是红心的13，它代表着是面包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亮亮今天中午吃面包呢？因为亮亮啊，你忘记带便当盒去学校了啦。不过默默啊，你今天午餐吃什么呢？炒饭啊，荷包蛋，还有高丽菜。炒饭，玻璃菜，高丽菜，还有卵包、荷包蛋。亮亮是不是很可惜呀？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便当。哎呦，我又不是故意忘记的。呀嘿嘛给，这是什么呢？面包。今天的早餐要吃什么呢？面包。今天的早餐我吃面包。呀嘿嘛给，这是什么？卵包、荷包蛋。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？卵包、荷包蛋。呀嘿嘛给，这是什么？玻璃菜、高丽菜。这个蔬菜是什么呢？高丽菜。这个蔬菜是高丽菜。呀嘿嘛给，这是什么？炒饭。妈妈的拿手菜是什么呢？炒饭。妈妈的拿手菜是炒饭。哇，亮亮好厉害哦！面包、卵包、玻璃菜、炒饭。小朋友要记得饮食的均衡才会健康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！加油呀！